20民族節日常用例句。聽講過年嗰時，廣州人會去行花市。到咗花市嗰日，呢度人山人海，好熱鬧㗎。我從來都未見過咁多花。你睇，有牡丹、大麗、玫瑰、芍藥、米蘭，好多啊！你記住年30晚要喺大門嗰度貼個福字，將個福字倒住貼，即係話福到啦。初1到15，結咗婚嘅人要俾細路仔利是，只要你未結婚就有利是收。15嗰晚我哋要食湯圓。年28到年30晚會有迎春花市。過年嗰時要搞好多嘢，比如話擺年桔、擺水仙、插鮮花。元宵嗰日我哋都要食湯圓。過年嗰時要講吉利說話，攞個好意頭。結婚前一晚，新娘嘅女朋友都會嚟送嫁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關於廣州嘅民俗，可以去西關睇下。農曆7月初7係中國傳統嘅七巧節。廣州呢度有咩活動呢？廣州有拜七姐嘅風俗。中秋節一般有乜活動啊？廣州嘅節日好熱鬧㗎，比如話重陽節、荔枝節、荷花節、龍舟節等。聽講上下九嘅雞公欖生意特別好。龍舟節嗰日，我哋去珠江睇龍舟比賽啦。端午節細路仔要帶啲乜嘢先至可以避邪啊？8月份去番禺，你就可以睇到好多荷花啦，因為嗰時係荷花節。農曆2月份呢度有個菠蘿廟誕會。荔枝節嗰時去從化或者增城，你可以食到好多荔枝。舊年秋天搞嘅菊花展好好，今年春天仲會有一次。8月15嘅月光係最靚嘅，一家大細圍埋一齊，一邊傾偈一邊賞月。我第一次聽中秋女仔拜月呢個習慣。9重陽節，好多人會去爬白雲山、越秀山。重陽節要登高，呢個係傳統習俗。場景對話1：今年過年返唔返鄉下啊？唔返啊，打算接啲老人家出嚟廣州過年。咁都幾好啊！廣州人過年嗰陣會做啲咩啊？我哋會去行花街，買啲鮮花、金桔返屋企。我見唔少人買桔，係乜嘢意思呢？喺白話入邊，桔同埋桔同音，買桔係為咗攞個好意頭。你哋過年見咗面會講啲乜嘢？我哋會講新年好，恭喜發財，步步高升，都係啲好意頭嘅嘢。係唔係唔少家庭年30晚都會去飯店食年夜飯㗎？係啊，因為去飯店食可以慳返唔少功夫。我哋食完飯會同埋啲親戚朋友一齊去行花街。2：我今個禮拜日得閒，不如一齊逛下西關。我想去好耐啦，我聽講過西關大屋和西關小姐，但係西關具體喺邊，我唔係好清楚。西關係荔灣區舊陣時嘅稱呼，因歷史上地處廣州府城西門外，所以叫西關。西關大屋有啲乜特色啊？比如話嶺南石腳水磨青磚牆，正門嘅短腳吊扇門，趟籠同亞木大門，名貴嘅酸枝家具，仲有屋前嘅麻石街。東山少爺、西關小姐中嘅西關小姐指啲乜人？當年嘅西關小姐係指嗰啲知書識禮、穿衣打扮帶動時尚潮流嘅女仔。在控制偶遇想屌的他，我已決定傾好價就跟手砌他，少得佢喇叭竟然升價啦，他說
家陣當然搏嘢梗要升價，3張100加張青蟹，快快轉來吧！喂，我要雪350包，吹嗎？有男朋友的女生最好追，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只有一个。永远不要问一个女生她是否单身，如果她喜欢你，她就是单身。和一个女生不要急着谈恋爱，先看看她闺蜜，说不定比她更漂亮。不要专一的去找女朋友，要找到女朋友后再专一。钱是给女孩子看的，不是给她花的。掏心掏肺可以，掏钱不行。对天发誓可以，发朋友圈也不行。用钱追到的女人少用感情，用感情追到的女人要多花钱。贪财的人风生水起，求爱的人一事无成。先解决数量问题，再解决质量问题。你的真心换不来真心，那就换人。当一个女人可以左右你的情绪时，不要犹豫，立马删了她。真正喜欢你的女生，不在乎你开什么颜色的法拉利。感情这东西，认真你就输了。真诚加任何一项都是王炸，唯独单放是死牌。10年舔狗无人问，一朝风流天下知。感情来了，好好珍惜；感情走了，好好赚钱。没有人会一直爱你，但一直会有人爱你。犹豫就会败北，真心就会白给。总之就是好女孩不要辜负，坏女孩不要浪费。